怎么来？哇，看到影帝耶！影帝，你现在是要走去哪里？发结缘品。发结缘品，那是在哪？北港朝天宫。所以是因为什么要发结缘品啊？啊？为什么要发结缘品？因为要服务大众啊，跟大家结缘了。听说好像应该不是这样，应该是白沙屯妈祖。对啊，就是发结缘品啊，跟大家结缘呢。好的，好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要走一段路啊。很远吗？走很久了吗？走很久了，还要走一段路。好，那亨哥要不要跟大家问好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对了，对了。